今仔咱继续要来看的，这嘛是家人的消息。就伫个家人庙口的附近，这个美食是真多，但是真歹停车。结果竟然有骑士等红灯的时阵，把这个车关掉，就把车停伫个路中，走去边仔顶仔骹买古早味的鸡卵糕。等这个青灯才阁冲转来，结果害后壁规个车总大塌车。这款的行为已经违规了，相关的当罚款1200块。路口停红灯，是讲有一条乌托摆插伫遐，啊无看的人，边仔这桥头的人倒边看过来，正边看过去，搁头看卖，想讲啊，这个车主到底走去倒位啊？红灯大家开始行，车主才赶紧冲转来发动乌托摆，看一个真，伊手搁掼一大袋物件。不会太夸张啊！原来是落车去买古早味鸡卵糕，要过时间则无好，后边车拢互撞到，代志发生伫5月27。家人庙口边啊，爱山路甲仁四路的交车口，这个所在车真济，红灯的秒数差不多是101秒。真济骑乌托邦人拢利用这段时间落车去边的顶仔卡买小吃。担心下一秒就变绿灯，所以他们就来匆匆去匆匆。有的就直接车窗摇下来说：“我要一个原味。”我们就赶快包一包拿过去，就是很像槟榔摊那种，变成槟榔摊小姐了。停红灯买美食，煞变成这特殊的景象，连豆花店的头家嘛讲，为了配合人客时间，卡手是愈练愈紧。说明正道喊一杯，然后我们就要很赶。规排美食甲饮料，和真侪骑乌托邦人挡袂牢，车擦的人走去买，是讲这款行为已经违反，上悬会当罚1200块，因为大路袂当停车，为了一时方便，危害到过路人，也是其他的车，你的设置想要食这款的美食，有可能会去收到罚单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